兔子 ，buff。这比赛没开始，你已经挂在热搜第12了。我从现在就开始紧张了。哎呀，这个毛衣不行，太长了。你看，这里都挡到了呀。这个牛仔裤不行。哎，这身儿不错啊，这是挺活泼可爱的，要不要换上小白鞋会更搭呢？啊，别，还是高跟鞋，高跟鞋显腿长。哎，别，散下来多好看呀，这样卷卷的有味道啊。肯定是，但如果头发全都散下来，他到时候肯定会挡我视线的。说的对，有道理啊，那就扎起来啊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就是这里啊，头发跟额头之间的这里要弄得毛茸茸的啊，毛茸茸的，可爱。哎，这身不错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比赛我们可以输，但是脸不能输，腿不能输啊。能不能说点吉利的？赢！我这不是为了让你放松放松吗？哎，但有一件事我问你啊，我记得你之前已经达到王者30星了，我今天上午进去看的时候，怎么倒退了许多啊？你最近是不是状态不太好啊？别提了，于老师他现在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压着我单排，一半的时间呢压着我匹配，拿下5连绝世。于老师这么严格呀？月底才是我生日，着什么急啊？你千万别紧张，放开打。我跟熟悉的那些营销和媒体呢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即便是输了比赛，我们也把这件事情说得漂漂亮亮。竞技比赛这种事情，输赢都是说不准的。赢了呢，别乱吹；输了呢，就别说什么虽败犹荣的，过犹不及。你说的对啊，差点犯错误，我要赶快给宣传打电话啊！哎，这里再整理整理啊。兔子 ，buff。颁奖典礼是晚上6点开始，还有1个小时。联盟这边呢，特别给晶晶老师准备了一个单独的化妆间，你们就在那儿休息。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特殊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跟选手们一个化妆间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他们可是在一个大化妆间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当然最好不过了，这样也方便大家熟悉一下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好嘞。一会儿去耍耍选手们的好感度，也许他们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本来你在想这个事情啊，但是放水这件事情呢，在我们电竞少年少女之间是不存在的。我们电竞少女这么快进入角色啊？